前年我的医生，叫做咱李秀兰的先，咱们开会，出现里面的，受咱原因，我这一年，香港院这些心得，同源医生，后来体会，提问你说，方面不行，是问题是病，咱这个病，咱送上一个老和尚，咱老和尚这个太太，是这个杨汉，公园老和尚，里面讲40年，有个修的，已经100这个所以因为这个税款咱讲起来70年，但是咱有感受到人生的过程。虽然讲伊91岁来离开，伊21岁来继续了放假，伊早年就开始伊修到伊学到，我其实伊甲我讲出话，伊讲23年西装迄个路顶来写，咱英语，迄个时阵嘛是有过去，甲伊妈妈伫咱中营下营用行到西装，用行到西装，学路顶来写，咱台英语一个人。当然，伫迄个过程，咱嘛知讲，迄阵嘛都非常的困难。咱知影，一份到早年有政府出地作忝，政府出地真严重，尤其迄阵佫有无聊的，无聊的了就袂清楚。咱知影，一份到了着，会翻会拍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过去有一寡公务人员，有一寡老师，因为听到一罐到，甚至一罐到，听人要了，迄个时阵，大家比较有看人，比较有看，咱知影，迄阵一罐到，参像过街的鸟鼠，参像老帮其实，过街的老鼠，人喊打，咱人要打，唔去讲，参像老帮的鱼仔。迄只鱼叫老王，去往听了知影，迄非常的恐怖。参像当时孔圣年的时阵，消极反叛，伊行为较无好，咱较扫掉，伊甲当做过去的孔圣年迄个地方，是一个大歹人。孔圣年，伫树仔骹，咧讲着选进去。77万嘛撤掉了，嘛无法遐讲着选进去。你来看，迄个环境无恶劣，但是咱有感受到，经过70年岁月，当然20-30年前内底，我着受到政府来引导，太好，所以慢慢伫咱困到内底当中，会当大摇大摆。会当汉声作品，咱讲，你看到是一个真正对人类，这是一个对生命，是一个对国家，是一个对家庭，是一个对个人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宗教。而且咱讲，因为社会若无有一个宗教的力量，真正也袂难引啊。每一个人拢凭着咱家己迄个良心去做代志。咱来看这个社会，抢劫、偷盗、蛇油、强奸、杀人，一大堆，这互咱看到，咱讲触目心惊，触目心惊。这个社会变成什么社会？这个社会变成一个魔鬼的社会。这个社会若无道来去认识。这
这个社会必须伦常的社会，咱讲这个社会太复杂，伊来讲，天堂嘛是这个心咧做，地狱嘛是这个心咧做，所以咱今日回想着过去也无啥，无论迄个时阵，我哋咧听过，政府点着个款个拍，阮老爸，我知影讲了4、3代，哦，咱中央，咱个防水员，迄个派出所的小叔啊，跑去，咱讲防水，咱去调防水员，跑去变电话去调迄个防水员，伊叫咩人断电的，啥防水员，打名开始，即马是小叔啊是叫迄个防水员，迄个防水员有收的同车，还先调啊。防水员，我头下参加100万都是迄个防水员，我是防水员，所以迄阵讲出去的时阵，哦，阮阿公，迄个出到地方头，然后水源啊，你若当避避迄落，然后当新人讲，我叫防水员，我叫你去防水员，当你咧厝，啊你避避迄落，我避避迄落啦。哦，交通电器，因为收到要有电器用，就参照这个模式，内底有电，电不优，电不响，电不优，用电，因当然因为危险，收到烦恼，这是对咱人生，对咱的社会，对咱的家庭，对咱的家庭事情。这是一件把道德传承落去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是按照这些做。当然，过去的政府规定的政法，因为咱台湾过去这个概念时代，蒋介石为大陆走来台湾，而台湾的公务员地位，当然伊做成概念化，西人这个。这个一会5个人以下，拢爱去过。你3个人、5个人，你看你第一你去过，啊，警察来抓着，你来看，来抓。这是一个过去的传承，当然咱今日不是讲这个，当然这是过去的传承。你发现是无理性、无认同，当然伊用对伊的方式，要人压迫，必须解决关。伊会听话的，所以呢，因为伊为了一贯都是一个中流砥柱，用一条，哦，有今日有一贯的，我们台湾会当安全，我们台湾会当安详，我们台湾会当平安，我们台湾会当良好，我们台湾会当应他自如，因为用着伊，哦，对台湾方式非常明显。因然后人生的阶段就会讨论，后面这个时阵就是这个，应该的你为他是自己的孩子，应该不陌生。啊，以前不讲，因为如果我处掉，所以呢，引起，所以怎样？过去做些像啊，过去做些老师，啊，过去做些公务机关，因为向一个的老师来提醒自后面应该伊咱连我把你了是啥？我连就是对，甚至是咱后壁还有甚至是老师就是，哦，一般的证件是世界已经是8道哦，一般的连国家是一个受经验，甚至甲进大陆，虽然过去大陆比较多的问题，目前大陆比较多。啊，过去历史嘅这个看法，有可能是改变，无相像。传统我当然反对，伊马上会反对，但是政府对我有认同，伊马上过去这两个，但是过去这两个，伊唔可他心里过去对，因为心里过去对，过去我也竞赛，我也在竞赛，我也趴下要来到。所以
就这个主题，就这主题。所以呢，你呢，有一家里有民间的东西，民间的信用，伊有些方面建立民间的信用，就是民间，咱来讲，因为咱来讲家里这个一般来说，私人银行，它的规定，就是讲虽然讲不大切，但目前呢，你要求这样，你这样，啊，来讲某某的走，某的走，某的修，啊，某的行，那经常方面，一定有所以当时就监督下来，因为你讲用不忘掉，两样，因为我就是对，我用不负责，我不负责，我就不会。我觉得你是公平对了，我觉得你不做对来事，所以我看过，你没有，诶，有人做，我三心能，我化九心，你要说大家小孩，也出票对贵人都比地域好的，也地高好起，对好东西也靠世界。这嘛是贵人，咱政府在是无啦，伊拉意识好，礼拜诶，礼拜三，我讲唔是，咱讲信中礼拜四号，礼拜三、礼拜四，咱一挂了讲信中，在打电我信中嘅主题嘛，我删，不然对我对不对？因为咱对我强的，因为呢，情况说诶，自己我信中嘅多好，我对你多怎样？诶，他的话，我是不要啊，那还是要招哪个去啊？哪个讲？这话他跟哪个？这方会我不猜了，这方会有的。啊，安尼，咱爱上菩萨要招哪个去？哪个？啊，但是咱当时，当然已经去，就是一定的，别当个人的差别。那因情况的数个，那因情况数面的情况，这个能力分析，那么对于命令情况，当然没得干这个，别当他的老师，这种的主流，这种主义显力，就是有点显力感好的。而你一呢，你现在放在世界，哪一种的人，你现在放在世界老百姓的这个，基本上。你不行了，那你只花还是我干你也死死，我来一个，然后是多，那边的不用那边的，我你边的事情还没好，你看我们知道了塞了，那5年了，应该有问题没得上，看起来哦，所以你并不因为事情。安尼嘛，安尼来讲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因为那个这个车一定袂使食，这个车一定袂食，当然咱人讲新车，这是事实。咱人生到这个时阵，60年、70年、80年、90年，像咱讲60岁，你看就看就有那5年，一年到5年多，那5年，是实在呢。我马上我给我看到，那咱们这明地方呢，哦，我讲咱在公司的这方面，咱多个联管的，那什么像这样的，马上是也不减价哦，按马上像这样的，就代表了的新建高的，哦，啊，人性这是一个现象，啊，是基要你全部，虽然不高。爱护老的变大，所以这个老拿，那老修，老灰啊，老不修了哦，老灰啊，老了就会不平哦，爱老不修哦，那个老，
参考会当个数感，会当坚持那个规矩，会当来参考道化，会当来参考道务，会当来用道理、用道经，靠咱个个属性来教社会。咱个嘴讲出来的道理，咱个嘴讲出来的道经，咱个嘴哪里讲是非，安尼保存咱个规矩。我想讲小人讲有诶，就叫做有叫做有钱人不代表有贵气，有贵气人不代表有钱，会当富贵相传，这是人生上个。有钱人，这有钱人免受苦，你们相信吗？来唱歌，好，来唱歌啦，来吹小姐，这有钱人，那现在这边吹小姐，几乎对不对？小人他会吹小人，不说那是有钱。有时三个人，你嘛讲无，是咱大家乖乖吼，咱唔拿这个出去，他拿这个出去嘛好啦。有钱人伊心是两样的，两样心，有钱无贵，感谢呢。所以这个你有钱要有贵，贵就是讲咱老人要有贵咱，少嘛有上，好，并且老人来有贵气，那咱人生老年来，因为咱讲。咱人生行到这个后面，行到后面，这一定行然后给他发到位。咱后面的人生一定会行自改造的。但是以后少年他该会山，老这段爱富咱人生。伊来讲，少年他爱这段，后边这段拿到咱人生，后边这段拿到咱人生，真正的，我参考这个。人生会议来对等，没来到富裕生活，没来到富裕，没有人修的，没有人难的，这是人生想要有的困难，无什么经济困难，无什么病痛困难，啊，所以呢，决定啊，虽然你的爱上这就难啊，到时候决定爱上啊，用今年的啊来决定。好，所以是跟啊，我来到第四个好，所以这里就啊，一定我改在我里面，那我们看，这是协议哦，这修都系统哦，那修都系统，那个修都系统，就播直播这个不用看哦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杨老师。